最新嘅 GM Nico Harrison 今日終於俾人炒咗啦。時間翻返去24-25球季，季中嘅時候咧 ，Nico 就進行咗一個驚天動地嘅交易，將 Luka Doncic 交易咗去洛杉磯，換嚟咗 Anthony Davis、Max Christie 同埋29年嘅首輪簽。嗰個時候啊，所有嘅球迷啊都係不解啊，唔明點解 Nico 要咁樣做。最後 Nico 嘅解釋咧就話防守可以贏得總冠軍。And we think defense wins championships, and we're bringing in one of the best two-way players in the league. 但係可惜啊，最後成個球季咧係分咗盤㗎。AD 傷咗 ，Kyrie Irving ACL 斷咗，最後連季後賽都入唔到啊！去到今年，雖然有狀元哥 Cooper Flag 嘅加盟，但係今年達拉斯嘅戰績咧而家係排喺西區第14啊！因為進攻完全失靈 ，Cooper Flag 完全打唔到應有嘅水準 ，AD 又傷咗，佢養傷時候嘅狀態咧同 Luka 喺達拉斯嗰個狀態咧係差唔多嘅。好搞笑係 Nico 曾經話防守可以贏得總冠軍。但係佢最後防守到嘅係自己嘅門票，因為佢終止咗24年門票受興嘅紀錄。嗱，雖然 Nico 走咗啦，所有嘢咧都好似塵埃落定咁樣啦，但我相信受到最大嘅傷害一定係達拉斯嘅球迷。究竟獨行俠之後嘅路可以點樣行呢？幾時可以重返翻昔日嘅光輝呢？